郭玲麗議員，好唔該晒主席。有個位咧，我想再清晰少少，就係關於其實頭先都有同事問過關於第12條41H 嗰度。咁啊頭先你哋答咧就話啊，即係嗰個學生嗰個人數啦，同埋佢一啲嘅所體驗嘅環境啦。咁嗰度就即係講翻就話啊，佢如果提供嘅咁啊有翻個彈性，佢睇翻。咁但係咧，我睇翻成條條文咧，佢 H 嗰度咧其實係講緊呢一啲嘅，其實你呢度係咪應該講嘅成條條文係講緊佢嗰個學院嗰個地位水準，佢哋嗰個提供個設施同埋嗰個社會嘅需求，佢哋係就住嗰個取錄嘅學生。其實你哋講緊呢一度係講緊設施係俾到個取錄學生啦，定係個取錄嘅學生係足以提供呢一個嘅學習經歷咧？副秘書長。多謝主席，多謝議員嘅問題。我哋都澄清翻啦，即係其實而家我哋修訂咗之後咧，個要求個最終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咧，個院校嘅學生人數咧係足夠去提供一個有意義嘅學習環境同埋體驗。咁頭先議員提到嗰啲嘅因素，譬如話係嗰個設施啊等等咧，就係一啲考慮嘅情況嚟嘅。即係最終我哋都係要去有個有意義嘅學習環境咁樣。咁所以頭先副秘書長都有提到，我哋決定嗰個即係人數做唔做到呢個我哋嘅目標，即係有意義嘅學習環境嘅時候咧，就會參考個院校，譬如話佢自己個策略定位啦，佢嗰個課程個個別課程，譬如話個硬件嘅數量啊、嗰個容量等等，係可唔可以做到呢個目的啊？多謝主席。好主席啊，咁喺呢一度咧，因為其實我自己咁樣睇嘅時候，我覺得都幾混亂，即係喺個中文嗰個寫法嗰度，因為前面你就係講緊係嗰個facility 啦，咁佢就係講緊一啲嘅社會需求啦等嘅嘢，後面咧就係就住所取錄學生。咁就住你頭先嘅答覆咧，我又有嘢想追問嘅，係啦。咁因為其實你喺嗰個嘅學生人數係咪講緊嗰個學習環境同埋體驗係咪掛鈎咧？咁如果你係將呢兩樣嘢係掛鈎嘅時候，咁你哋嘅準則係點樣去做咧？我哋其實即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究竟呢一間院校嗰個策略計劃，佢係一個精專嘅院校啊，或是一間好人數好多嘅一個院校。咁然後根據佢一個策略計劃嘅時候咧，我哋就評估究竟佢係唔係能夠提供到一個有意義嘅學習嘅經驗或者體驗。而當中咧，我哋當然就會去翻就係話呢一個院校嘅設施，佢提供嘅一啲咩嘅設施。咁所以而家我哋個 H 點解咁樣寫咧？就係話原本咧，你睇翻原本0005嗰個 H 嘅條文咧，佢係講緊咧就係話所取錄嘅學生人數。咁但係即係你如果咁樣寫嘅時候，而唔去作出一個修訂嘅時候咧，就俾人覺得咧就似乎就係一刀切，就係話即係有一啲嘅數字，即係話你咁樣嘅設施就可能係等於某一個學生嘅人數。咁所以而家我哋所講嘅咧就係話咧，你可以提供嘅設施，然後到最終就係話究竟你想提供一個係要有一個有意義嘅學習體驗。咁所以呢個就係緊扣住嘅，即係你譬如話你個策略係一個精專嘅。咁我咪用精專嘅一個嘅概念去睇呢間院校，同埋你究竟係收幾多個學生？你點樣可以確保係提供到一個有意義學習環境同埋體驗俾呢啲學生？咁就每一間院校都唔同嘅，就唔可以話一刀切就話啊咁就係某一啲嘅設施啦咁。係主席啊，即係少少意見啦，因為其實聽你哋咁講咧嘅意思，即係我唔希望我自己理解冇錯誤啦。咁啊你哋嘅意思其實真係講緊希望佢哋嗰個嘅學習環境啦，同埋個體驗啦，其實都係符合翻呢嗰個學生嘅需要嘛。係咪即係以佢哋嗰個體驗同埋個學習環境行先，然後跟住再去？因為你前面咧，你未修改之前，好似你所講，因為佢哋用個設施同埋社會需求，我嚟定翻嗰個嘅取錄嗰個學生嘅人數。咁而你下面咧，只不過就話多咗一樣嘢比較彈性啲啦，就話其實我哋仲會睇埋佢其他一啲嘅學習環境同埋嘅體驗，其實佢係咪究竟係能唔能夠係符合翻嗰個嘅學生嗰個人數嘅需求係咪？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因為你而家咁樣寫法咧，俾我哋嘅誤解咧，就係個學生嘅人數佢提供翻嗰個嘅學習體驗。咁如果係咁嘅時候，係咪應該有少少位置，即係會唔會係譬如話係將嗰個嘅就以下
事宜而言，其有意義嘅學習環境及體驗，足以提供所取錄嘅學生人數。係咪咁理解咧？定係點樣咧？係啊，我哋如果有需要，可能都請我哋即係律政司嘅同事都可以補充，因為我哋其實咧，即係頭先我哋嘗試解釋就係咧，我哋其實個最終個結果咧，其實就係希望有一個有意義嘅學習環境同埋體驗。咁而我哋喺決定佢係咪達到呢個有意義嘅環境嘅時候咧，就考慮好多因素嘅。咁包括譬如話佢即係原本法例已經有一啲嘅因素啦，好似話佢嗰個嘅設施同埋嗰個課程社會嘅需求啦咁樣，同埋我哋亦都係咧係因應住嗰個學生人數係喺考慮到譬如話設施啊、個課程個設計嘅時候咧，佢嗰個每一個課程唔同嘅學生人數係咪都可以達至到我哋最終個要求，就係有意義嘅學習環境同埋個體驗。所以最終個結果，我想即係澄清同埋都強調就係，其實我哋都係要睇翻最終個學生喺讀咗呢個課程之後咧，個課程會唔會俾到一個學習環境同埋體驗係有意義嘅。至於嗰啲學生人數啊、嗰啲硬件嗰啲咧，其實都係一啲嘅可以變化嘅因素嚟嘅咁樣。即係其實我嘅你而家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話設施啦、社會需求啦，同埋學生人數呢一個係一個嘅原因，然後跟住即係其中一個嘅因素，然後跟住咧係呢啲嘅因素咧而足以係提供到係俾呢一個嘅學習環境同埋體驗，係咪咁嘅意思啊？主席議員係大概係咁意思嘅。如果舉個實際啲嘅例子咧，就係譬如話有一啲課程，佢可能係因為佢硬件需求比較多，同埋可能要個譬如話教師同個學生係多啲，可能話操作實習一啲嘅交流或者去教與學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算佢係個學生人數比較少咧，可能都係有效達至到係一個有意義嘅學習環境嚇。咁所以咧，即係同一個學生人數咧，會因為唔同嘅其他原因咧，去影響到個結論就係會唔會係一個有意義嘅學習環境咧咁樣。咁最終個結果都係我哋希望確保嗰個即係個課程咧係提供到嗰啲有意義嘅環境同埋體驗嚇。好，咁主席，咁如果就住頭先咁講，我有少少意見啦。咁咧就如果你話譬如喺所取錄嘅學生人數後面咧，你加一個標點符號，加翻個逗號喺度，咁就可以將呢一件事咧就撥咗去上前面嘅一啲嘅因素。因為而家你係成句句子去睇嘅時候咧，就係直接用個學生人數去影響咗嗰個嘅體驗同埋嗰個嘅環境。咁呢個少少意見嘅啫，咁啊俾翻大家，唔該晒。OK。